画面上的这款大渔网是结合台南白河周边的在地文化以及地理环境所设计。这是特教老师将伫特教班的学生所制作的教材。这个教材得到今年教育局特教教材比赛第1名。在上课当中呢，发现学生呢对于生活圈以外的世界都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我就设计了这一份教材。我希望呢，学生可以透过搭乘火车走出他们的生活圈。那这个教材上面呢，就是有各个台南的一些小站，比如说后壁，然后就会结合它后壁附近的一些风景名胜景点，然后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除了有台南的景点之外，还佫有侪车票甲关卡，予学生畅游大台南。而且大渔网对特教班的学生来讲较好理解，同时佫会当增进学生的社交能力。另外，用面桶、乒乓加上抽水布搭，这是依照夜市仔和金鱼所发想出来的教材。那怎么样子透过游戏去调查他的生活，去问他的生活的娱乐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捞金鱼、夜市捞金鱼的概念呢，跟这个英文的单字英文字母教学呢 combine 在一起。那这个教具就是这样呈现。2位老师都是非常杰出的老师，他们分别用他们的教学经验来设计这个教具，让孩子能够亲身来体验这个教具的趣味，而且在里面学到的是技能跟知识。那他们都是就地取材，把很简单的一个物品，然后用他们的巧思跟创意，做出非常独特的这个教具。为了提升老师制作教材的技能，台南市教育局伫去年办理演习营，并举办比赛，来激发老师研发创新教材的潜力，颠覆大家对传统教具的刻板印象。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